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41章。迄人带我去到圣殿，伊梁壁条两边一块拢是3公尺，入口的门宽5公尺，门两边的壁，这边2公尺半，迄边2公尺半。伊阁量圣殿长20公尺，宽10公尺。然后伊入去内殿，伊量遐个壁条高1公尺，入口本身宽3公尺，两边的壁宽拢是3公尺半。伊阁量内殿长甲宽拢是10公尺。伊甲我讲，这是至圣所。迄个人量圣殿的壁宽3公尺，圣殿周围有厢房，逐间宽2公尺。厢房有3层，一层贴一层，逐层有30间厢房。圣殿外壁四围有房墙甲厢房土地。才免厢房简单靠圣殿的壁。圣殿周围的厢房哪悬哪宽，有楼梯通对1楼上到2楼，阁到3楼。圣殿的结构哪悬哪宽。我阁看见圣殿周围有悬的平台，做厢房的地基，平台3公尺悬。这个厢房的外壁高2公尺半。圣殿的厢房甲祭司用的房间中间的四周围有空地，宽10公尺。厢房的门拢往空地，一个门往北，一个门往南，四周围的空地宽2公尺半。圣殿西边迄片空地的后面有一间厝，长45公尺，宽35公尺，四围的壁高2公尺半。迄人量圣殿长50公尺，对圣殿后壁到空地西边迄间厝，距离长50公尺。圣殿的头前就是东边的空地，宽50公尺。伊阁量西边迄间厝，包括两边的走廊，长50公尺。圣殿的内殿外面的走廊，户顶窗仔以及户顶对面3层的走廊，对涂骹到窗仔拢用柴板包地，这个窗仔拢关地。内殿甲外庭周围的壁，对涂骹到门的顶面，拢照寸尺用柴板包地。单面壁有刻基路伯甲樟树，基路伯甲基路伯中间有一丛樟树，逐个基路伯有2款面，一个面是人的面，往这边的樟树；一个面是狮的面，往迄边的樟树。圣殿周围的壁拢共款。安尼，圣殿的壁对涂骹到门的顶面，拢有基路伯甲樟树。圣所的门条是4角的，伫至圣所的头前有一个，看起来亲像木做的祭坛，悬1公尺半，宽1公尺。祭坛的4支角，坛的座4个面拢是用柴做的。迄个人甲我讲，这是下伫上主面前的桌仔。圣殿甲至圣所的门拢是2扇的，逐扇门
阁有2片是画奥迪的。圣殿的门线有刻基路伯甲樟树甲壁条的雕刻同款。走廊院外迄面有茶座的边仔，门的走廊2边拢有窗仔甲樟树的雕刻。圣殿的厢房甲边仔嘛是安尼。